15个大法官行入法庭。1993年12月23，咱国的宪法法庭头一摆开庭，审理释宪案，由立法院提出针对政府甲银行借款，敢应该列入公职法庭条例规范管理。行政立法部门公开进行辩论。台东县当地布农族唱歌跳舞，伫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1998年12月23，新武里溪鱼类保护区伫台东海端乡正式成立。之所以和农会定为国家级保护区，是因为布农族民费尽心思，先封闭新武里溪3年，和各种保育类鱼仔重现生机。基层门拍开，鸟禽团团圆圆出现，因总算到台湾啊！2008年12月23，民用机台经过中国四川鸟禽团团圆圆，坐专机飞到台湾，由警察带路，去到因的新厝台北市市立动物园，圆滚滚的身躯，古锥的动作，互因真紧就变成动物园的大明星。